国内武汉肺炎疫情继续维持无确诊，也已经喺连电第5日，国内都冇出现新增加确诊个案。那外面有18日研究，台湾都冇出现本土确诊案例，也台湾确诊人数还係维持喺429人，其中有322人解除隔离。国内疫情有加翻呢，指挥中心就提出防疫新生态运动，希望大家用较轻松态度来面对疫情。不过，生活当中的各项防疫措施还係話老期做好来。那民众同关心的防疫管制措施内容是将会解除呢？指挥中心表示讲，也考虑要对体育比赛、文化活动，还有传染面的方面开始来研究讨论。武汉肺炎全世界确诊人数超过300万人，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。不过美国进行研究带来好消息，实验性抗病毒药的瑞德西韦，临床试验结果，患者可以来做出加嘅3成。对亚国内专家表示动乐观。疫情影响传染同风险，民间团体调查，有14%的青少年劳工连同本人减班也係薪资减少也到。还有啲调查当中，有5成的青少年劳工都反映调价无同家到保劳保，民间团体动手也会影响家到申请纾困的权益。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全世界生态的经济体美国今年头一季的经济减少4.6%，继续美国对金融快速到金11年研究的经济擴張期。韩國德國今年的 GDP 按上比衰退超過6%，創下2戰過後前3年紀錄。